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导数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的确诊病例，另外昨有一个对日本返来查甫人，竟然是假做无爽快，要求采检才阴性的，卫生局也要加以处理。中国出现假疫苗，竟然是用盐水做的，伫欧洲也出现讲有专门伫咧伪造采检阴性证明。婚林有渔民因为进前去抗议，离岸风电站却去予检调，因为早期取材阻碍施工的强制罪，甲因带走。今日国内是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美国、日本甲菲律宾入境的。另外，指挥中心对明仔载开始要启动清零计划，会采检桃园病院2000多人，确保无人来染病。另外，伫咧昨迄个对日本返来，煞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又搁检出阳性30多岁查甫人。经过调查，伊竟然是假做有症状，要求要采检。卫生局也当咧调查，也讲会依法该处理。恢复部立通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已经连续3天无新增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会伫2月3开始启动清零计划，小连续3天会采检2088人，包括病院全部的员工甲外包人员，会进行 PCR 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检验，来朝清楚院内感染状况，确保无潜伏病患。扣除一部分我们认为是不需要的，大概575人，所以实际在扩大采检的范围内，要做 PCR 的，总共有2088人。外界嘛关心部立通病院的群组感染19个确诊患者的病况，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有2个人是重症，伫咧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4个人有肺炎的症状，其他都是轻症，有几个病毒量真低，当地单台解毒隔离。目前有2位是在加护病房当中呢，用呼吸器，属于重症的病人，4位有或轻或中等的一个肺炎的状况，那不过里面有几位肺炎状况也都已经在改善当中了。若是顶一日对日本境外移入的个案，台湾籍30多岁男性，第983例捌伫日本确诊，后来伫日本、台湾2个所在采检8解拢是阴性，转来台湾第20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假做有症状安排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表示，会依法来追究责任。最后一次，根据最新的疫调，则是似乎是他应该是有假装有类似这样的症状，然后要求再采，就采检到了。另外有部立通病院员工向媒体投诉，那就有部立通病院专科医师下移去部立通病院新屋分院，还佫有桃园疗养院来看门诊，引起外界惊吓。针对这个代志，但是中强调讲，这挂温准下医看诊的医护人员拢是安全的，有经过谨慎的评估，而且对1月11开始，部立通病院本院甲新屋分院的医护人员已经禁止去桃园疗养院来支援，民众免伤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咱国内出现本土病例，而且最近就伫要过年啊，交通部观光局拍算要来提报风景区甲观光游乐园的总量管制计划，也因为去年捌启动过，业者也拢有准备。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仔日有开会讨论，确定了后就会公布新措施啊。入园爱放体温挂喙安休寒期间，台北市儿童新乐园透早就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佚佗，因为国内疫情清悬，可能重启游乐园总量管制计划。儿童新乐园表示，当地时间在园人数上限是8000人。去年因应疫情，捌做过相关管制措施，人流达到5成，就会启动应变措施，6成就会劝游客离开。在园达到4000人左右呢，我们就会开始对入园的游客进行宣导。那达到4800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管制入园。那等到园区的人潮稍微消退呢，才会再开放游客入园。桃园市政府是宣布因应群聚事件，在观察期已经自主启动市府自治景点人潮经市定号。伫20个热门景点，以大数据估算人流，若是超量，就会倒红灯，民众唔通去。另外，针对景点要及时影像，实际点入去看，伫大溪老街、虎头山这个所在，规工拢是零零清清。原则上是有3种灯号，一旦人流到红色警戒，我们会进行入口管制跟停车管制。人潮出入比较多的风景区，还有交通的要地都会有管制这个具体的方式，包括人潮跟停车的一个数量
都会做管控。交通部表示，去年疫情紧张，就捌做过风景区甲游乐园总量管制，同时规划以游乐园面积甲社区距离来估算承载量，定出主题乐园安全承载量是50%。今年春节各项管制计划，交通部已经起步，由指挥中心来决定是不是依照去年方式做人流车流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事件了后，各地头的地方政府也拢加强防疫措施。桃园市长郑文灿今仔日去到大卖场视察，又去到基站的诊所关 N95的水暗，甲防护衫必护，才会医护人员。也因为目前是学生囡仔当咧休寒时阵，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去到补习班视察防疫规划。桃园市爆发病院群聚感染以来，相关防疫人员拢真紧张。嘉义市新竹市的市长林志坚亲自到桃园防疫汇报上关年菜，来听桃园医护。布桃的第一线医护人员格外的辛苦，送上暖暖的年菜，帮他们在这个过年前解决这个要到市场购买年菜，或者是还要准备年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桃园市长郑文灿去大卖场看防疫措施，可以民众用放心买年菜，也到基层诊所关 N95吹暗防护衫，这物资强调，予桃园医师用上好装备，坚守防疫前线。1500多家的基层的这个医疗院所所以防护的工作不能只是靠11家责任医院，那我们希望这个基层的医疗院所防护等级也能够提高。上个月开始，桃园是我们国家疫情中的震央希望桃园市民你可以紧张，但是不要恐慌，疫情一定会被我们挡下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去补习班实查业者的防疫措施，鼓励学生认真上课读册以外，也挂好嘴暗加强消毒。补习班内部最重要是环境的消毒，以及教室里面的通风设备，还有采取梅花座。那每天都要有自我的一个检查表，来做好管制。那这些补习班都一定要做到位。业者表示，有要求学生减少伫教室内底食物件，或者是改去教室后边有隔板的所在食物件。新北市教育局是指出，去年起就针对相关业者提供防疫工作事项协表，各列入稽查重点，若无依照规定办理，相当应撤销立案，或者是罚相关30万。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事件，造成19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启动病院的清空计划了后，其中有一位68岁查甫患者，伫顶个月向转到桃园南区某一间病院，想袂到昨昏下晡竟然发现讲伊已经死亡啊！检警接到通报了后，遂启动防疫机制，也将伊的尸体送去检验，结果明仔载就会出来啊！在中间有几次的采检阴性，那最后死亡的时候，看到法医已经有去做采检，所以我们就实验室会针对这个采检的部分来做检验。如果家属对医疗处置有所疑虑，可以透过卫生局的争议调处平台来做申请。这位查甫患者本地是因为药物中毒，伫咧桃园病院接受治疗，也因为清空计划启动，顶个月19向转到桃园市南区某一间病院继续治疗，却伫10天后病情恶化，煞来死亡。院方的诊断是因为肺炎，不过家属也质疑讲医疗过程当中有欠点。桃园市卫生局表示讲会找公正的第三方来做协调。讲到咱台湾甲普拉的旅游气泡计划，又搁无消无息咯。本地顶个月，台湾外交部有带团去参加因总统的就职典礼，甚至搁旅游业做伙去探路草。不过外交部伫今日表示讲，因为国内发生病院群聚感染事件，旅游气泡的计划会先来冻点。当面表达祝福，外交部长吴钊燮顶个月28去北流参加北流总统的就职典礼，迄当阵就带观光局推设的规个旅游业者做伙去，而且参访当地3间饭店，嘛有去洛克群岛来探勘。根据随团的业者表示，迄当阵北流方面佮释出希望台北的旅游气泡3月份会当开始的信息。不过即马因为台湾发生玻璃汤病院的群聚感染事件，确定将外实施。我们会等这个整个疫情控制住。在台湾跟帛琉双边的这个防疫的这个问题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来继续推动
波涛的世界一定会耽误到很多的事情嘛，哈，我们总是要把国内的情况能够控制稳定，哈，才要考虑各种泡泡的可能，哈，要不然整个加重防疫的负担。台湾甲帛琉伫咧半年前就开始接接旅游起泡，去年因为帛琉方面无同意入境采检无检疫，所以第一届就去互暂停。今年双方继续接接，向减少检疫日子的方向来找共识。想袂到台湾所发生玻璃糖病院的关注感染事件，旅游起泡，搁一届来暂停。针对这件代志，马航邀请去参加的旅游业者坦白讲，虽然业者真期待旅游起泡开始，毋过若是检疫日子无法度检底，嘛考验市场的接受度。以往来说，到帛琉的话，大部分是4天跟5天的行程。那如果说加上台湾目前的一个隔离的状况，是回国以后必须有14天的一个隔离的状况，所以这样相加之下，可能会要18天到19天，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业者坦白讲，伫咧当地时阵，帛琉方面捌表示，考虑到全球的疫情，若是开放旅游起泡，干来针对台湾，确保两地人民的安全，会当看出帛琉对防疫的高规格。即马旅游起泡渐完，业者嘛是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希望疫情较长好了后，有机会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又要阁有连续假期咯，真侪民众拢会去甲饭店买有犹太的大饭券。不过行政院消保处有去查100间业者，也发现讲其中有37间无合格，因违规的原因是限制民众使用的时间、使用方法等等的问题，而且有各多间大饭店已经甲因警告过啊，却是拢无被改善。外国的疫情真严重，观光旅游的人阵转转的国民旅游的市场。为了以护民众被国内图书馆的权益，顶一日行政院消保处稽查100间观光旅宿业者发行的图书馆，结果发现有37间无合格，其中有3间观光旅馆，包括华国大饭店、兰城精英酒店、甲知本老爷大酒店，拢涉及违反不得记载事项，可比有定使用的期限，或者是爱配其他的礼券共同来使用，目前拢已经限期改正完成。他们在礼券上记载，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他可能说不能使用，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发行的可能就是平日券、平日优惠券，那他们误载了这一款。这个调查，消保处发现有28间业者完全无写客户申诉的专线，干那写政府机关的电话。有15间业者图书馆顶悬履约保证规定无写交层，或者是履约保证的期间无到1年，嘛无法度提出证明的文件，或者是无提供履约的保证。消保处表示，县市政府已经要求爱限期改善，不过到当也未完成改善的，包括云林县关外商务休闲旅馆、花莲县的成益文旅、花莲山地道、甲花莲县延坡大饭店等等。我们的旗下所有饭店的住宿券都是符合政府的一个法规，那包含有履约保证以及相关的定型化契约都是有符合的。因为我们的馆别比较多，那我们票券是统一的嘛，所以其实我们是印了一排的电话在下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部分跟消保处的认定可能觉得这样的格式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今天要再跟消保处确认一下，会再调整这样。我们先把我们的所有的住宿券先暂时先下架，然后目前正在跟银行方还有同业方寻求，就是重新去完成那个履约担保的这一个条款。消保处表示，业者若是超过期限无改正，会当以消保法罚上当50万的罚款，而且会当连续处罚，一直到改正完成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地政局今日发布台北市第3季的房市指标，也出现连续10季拢是投资正热的红灯，也创下1999年了后上介悬的纪录。不过，就买卖厝的业者分析讲，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去年开始有大批资金走入去房地产，才会造成厝价下悬。这个是我们。亲切带顾客参观用品厝，代销业者详细介绍内部。这大安区的新建案一平都要180万，凊彩一间拢是上亿起跳。代销业者分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有大笔海外资金回流台湾，和台北市的房市投资是真热。有一些炒作红单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导致了整个房市有一点比较混乱的情况。第4季的时候呢，我们的政府呢也推出了一些打房政策，来针对这些投资客炒作的部分呢来做一些抑制的动作。
大小业者表示，除了台北市两镇区厝价悬，整体来看也算健全。买厝人以家己大为主，今年以来厝价也有较平稳的情形。不过台北市地政局初次发布的上新第三季房市指标温度计，台北市房市伫2020年第三季上涨，交易计销订号阁是连续10季过节的红灯，创下1999年以来新高。新建案在可能成交价格上升的影响，连续10季呈现过热的红灯，这也连带影响到负担面，持续处在一个偏热的一个黄红灯。我们的税制是导致非常多人很轻易的把房子拿来炒作，或者是他囤了很多房子，他也不拿来出租，反正也不拿来使用。对长期厝价悬，公民团体认为，去社会主体虽然应照顾一寡弱势甲少年人，却无法度完全解决厝价悬的问题。政府除了去社会主体，也要健全买厝甲税厝市场，才能落实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进前云林口湖甲大溪的渔民，捌去抗议过离岸风电。不过，昨透早7点多，有90个警察摕着กู้票，甲21位渔民带走。云林地检署用着涉嫌乱报希望损失的诈欺取财，以及阻挡风电时间的强制罪，甲因拘提。着环保团体认为讲，检方安尼做有影是无合理。渔船伫咧海上设风电公司的离岸风机作业船几点钟，这是去年7月份的事件。因为渔民怀疑讲希望去互施工单位破坏。今年2月初7点外，正巴的警员摕区票来云林口湖地主港甲地西文港，带走21个渔民，因大部分是云林县近沿海作业渔船协进会的成员。其中理事长李炳顺初2半暝3点外才得到交保。我个人感觉就是爱我心灵，我去讲诈欺呀，去讲包围这些事件。渔民指出，初东港真侪人是结束半暝海上作业了后，也搁伫咧补眠，伫咧困的时阵去风掠，规个过程的气氛真正是互人感觉真恐怖。觉得好像又回到那个戒严时代的那白色恐怖那种情形了。渔民表示，因反风电是为着要争取讨海的所在，毋过云林地检署指出，部分渔民团体破坏施工设施甲海上空间，私底下搁向这个集团来讨特别补偿金，已经牵涉诈欺取财等等的罪嫌。流刺网破坏施工警示坐标及号召船队发动海上抗争等方式，私下向该集团索讨特别补偿金，涉嫌强制及诈欺取财等罪嫌。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协助渔民保卫渔业权，这款的法律作为已经违反比例原则。律师要求陪侦的时候，也有阻扰律师陪侦的疑虑。弱势者仅存的表达方式仍持续遭受打压。当地渔民表示，经济部能源局核准云林沿海设80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影响到海洋的生态。环境权基金会指出，因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卖号召义务律师来协助渔民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昨暗11点多，伫台南的台江大道发生一桩6人死亡的车祸，内面全部拢是少年家仔，上届少年的才读高中命令。经过调查，赛车的人竟然无驾照，规台车是去弄到别人工厂的警卫室，规台车是密密冒冒。初步认定讲，因无食酒，也无食毒品，详细事故原因，恐惊是搁爱调查。普色的小轿车驶伫安南区台江大道，向90度转驶，煞高速冲去对面车道，最后弄到工厂的警卫室，车身严重变形，经销出动破坏器材，拆开车体，车内面受困的6个人紧急抢救，不过已经无生命征伤。我们到场查看的时候，6个人在同一台车里面都是欧卡的状态，都是没有呼吸生命的状态，是前面2个驾驶座，一个副驾驶座，一个后面是有4个人员。这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伫1号半暝11点54分，小轿车不明原因伫台江大道出去。警方指出，车内面6个人是3对的男女朋友，寒假期间出去佚佗，不过王姓驾驶无驾照，和朋友借车而且超载。车速太快，车速打滑偏向就横跨双黄线撞进对向的工厂那因为车体扭曲变形那6人
当场受困于车上。6名死者分别是22岁王姓驾驶，副驾驶座是20岁魏姓女子，后座4个人，其中杨姓男子、罗姓女子和黄姓女子，拢是台中某一间高中的学生。家属接到消息，对台中赶到现场，无法度相信。怎么会在台南发生这种事？我就一大堆问号啊！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警方初步调查，王姓驾驶无啉酒，嘛无毒品的反应。这个路段过去嘛无发生过死亡车祸，车祸的原因搁要厘清。记者李小燕、赵冠台南报道。台中的圣东中医去年造成30外个病人烟中毒，负责人卢世明的医生证书也已经放废除啊。不过卢世明却出来表示讲，甲伊的医生牌废除等于是判伊死刑。不过受害者的家属却认为讲，台人的竟然伫咧化救人，有影是无合理。我从今以来一直想办法怎么去帮助病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职业。我今天被废照形同把我宣判死刑，心内委屈，讲话讲到后甜。圣东中医负责人李世明几下届行礼会失礼，强调讲这代志发生以来，心内真艰苦，从来都毋捌想过要害人，因为去互指控讲不当医疗，致使几下个患者烟中毒。台中市政府医师天改委员会顶一日决议废止伊医师的证书，互伊是无法度接受。整个的医程会的过程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过程。那在实体上面给的这个撤照的处分呢，明显违反了过去所有的一个处分的一个潜力。医师天改委员会开会时阵，敢若予伊10分钟的时间来说明，了后就随调开记者会，做出特照的处分，批评决议的过程有问题。另外，伊嘛强调讲，英国无论是处理禁药或者是诈领健保费，拢是以再教育来处分，因为这届决议有违反比例原则、甲行为明确性的原则，嘛质疑讲有无正当的外力介入。怎么可以自己喊冤呢？他怎么自己都不反省自己，然后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呢？没有什么当医生小心不小心，然后我疏忽了。医人怎么可以疏忽呢？医病你一疏忽就是要人命的事情了。烟中毒案件被害者的家属，也就是前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进表示，看不出来李世明有啥物悔改，佮讲伊捌讲过会承担一切的错误。即嘛态度煞规个无共款。那卫福部是回应讲，若是当事人对处分有疑虑，会当伫20天内请求复审，或者是行诉愿的管道寻求救济。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人拢要3钱的武汉肺炎疫苗，伫咧中国竟然出现是假的，内面你只是家己滴一个咸水尔尔。中国警方一届就抓到80外个嫌犯，也扣押到3000多吨的假疫苗。另外，伫欧洲也有抓到讲有人伫咧机场车头网络卖假的体检阴性证明，这寡行为也互咱人对防疫的方式产生怀疑。疫情滚加全球各国一个研发疫苗，中国强调全国制疫苗超过2400万剂。不过，却发现有不法分子趁机挥发财难财。中国公安最近侦破大规模假疫苗案件，犯罪集团为去年9月开始利用生理盐水加工造成假疫苗，佫卖真贵。中国公安抓到80多名嫌犯，查扣3000多剂假疫苗。近日，江苏、北京、山东等地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新冠疫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名，现场扣押假疫苗3000余支。中国公安表示，所有假疫苗流向都已经查清楚。另外，媒体是一直报道，真济国排队买中国疫苗，第一批原造疫苗已经送到巴基斯坦。不过，中国卫健委初日公布新增加确诊病例30例，其中本土病例12例，全部集中在东北，分别是乌龙岗8例、吉林4例。乌龙岗有良饭店冷冻食品核酸检测阳性，已经命令业者停业全面消毒。真济国家目前依然有旅行禁令，要求旅客入境要出示阴性病毒体检证明。不过，欧洲刑警组织示警，指出犯罪集团假造阴性证明，各地机场车站网络咧卖亲像法国戴高乐机场去年11月查到的假证明，计销伫新台币4950到9900块。另外，英国、西班牙拢出现同款的案件，可传出已开发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式，假造证明也正做边境管制空棚，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欧洲的疫情也是无停歇，不过伫意大利甲法国却是甲重点放伫咧餐厅当时会当搁再开店问题。伫意大利罗马的餐厅会当开店开到暗头6点左右，伫法国巴黎的餐厅却是去互政府威胁，讲若准无来休困，就袂当申请防疫的补助金，店家规矩互人客包回去食较紧。这是法国南部伫地中海沿海都市马里尼亚纳，餐厅头家伫门口放倒啊，当作互人客外炸餐点的平台。暗过详细一看，人客摕物件了后无离开，是伫门口的人行道，坐伫头家准备好椅仔食物件。这警察毋是来买中岛顿时互民监督业者是毋是有超过禁止营业的红线。Il fallait pas qu'ils ouvrent, ils ont pas ouvert, mais ils servent quand même. Aujourd'hui, ils font du bénévolat puisqu'ils font payer personne. 法国政府推出的防疫管制措施之一，就是餐厅爱暂时休困，当然这也配合补偿办法，为餐厅每个月补贴新台币338000块，为是以2019年营业额乘以20%，每个月上最补贴新台币773万块。不过业者认为，安尼补贴根本是过袂落去，原本打算无顾禁令开门做生意，只是法国政府强调违反禁令，政府就无要予任何补贴，或者是救助。Depuis le départ, c'est que c'est pas que pour nous qu'on a fait ça, c'est vraiment pour tout le monde. Vous voyez, je suis déguisée en vénitienne parce que normalement c'est le carnaval de Venise en ce moment, parce que c'est pour toute la culture, pour les cinémas, les théâtres, tous les gens qui peuvent pas travailler, qu'on empêche de travailler avec des raisons qu'on comprend pas vraiment. J'ai beaucoup de clients qui me disent mais moi je vais à la cantine d'entreprise tous les midis, donc je comprends pas. 不过，到意大利情形就差真济，首都罗马的餐厅伫政府稳重之下，因开门做生意，渐渐转去甲迄个意大利人真熟悉的生活。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英国伫咧初一宣布讲，已经正式通报 CPTPP 要来申请加入，希望会当加强甲印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咱的外交部表示讲，这也是台湾加入的好时机，也看准局势向 CPTPP 提出加入的申请。不过，日本是今年负责话头的国家，若准台湾想要加入，也就要面对日本核能食品的问题。The United States. But one of the exciting things abou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s it is open to new members. So we want to help create momentum. We want more countries to join. And of 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one of thos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务大臣特拉斯初一宣布，英国已经正式通报下太平洋东坡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会申请加入这个组织头一个非创始会员国，加强甲印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外界解读是为着脱欧了后的英国来加强准备，嘛希望促进美国会当重新登去 CPTPP。若台湾敢会加入，外交部讲会伫上有利的时机正式申请。那我方呢乐见 CPTPP 现在正式启动，有新会员加入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也会提供台湾我们加入 CPTPP 的一个契机。我国政府会在最有利的时间点跟最佳条件之下，我们也会正式的向 CPTPP 来提出申请。外交部强调讲，目前台湾甲会员国的工作阶段、有路的讨论，还有咨商的工作，đang伫进行当中。不过目前还搁伫非正式咨商的阶段。CPTPP 目前有日本、墨西哥、新加坡甲越南等等11个会员国。若日本今年是 CPTPP 的主席国，敢会帮助台湾加入？政府讲，开放核灾区的食品，确实是必须要克服的贸易障碍。必须要克服这个贸易的障碍，所以必须要符合这个精神，才能够跟其他的这个成员国呢做进一步的至上。这也不是说我们开放日本的核灾区食品，然后就必然的日本会为我们这个去争取这样的一个加入的这种门票。何书新分析，根据规定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的成立工作委员会，再搁经过全体成员国通过了后，才算正式加入。这估计都要开1年的时间。虽然中国无伫 CPTPP 内底，不过也是对其中的会员国有影响力。台湾敢会当通过，也是一个问题。即马美国拜登政府注重优先解决国内的经济，续落来敢要搁重新登去 CPTPP， 态度也无明确，也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昨晚缅甸的军政府发动政变，致使网络通讯全部断机。当地的侨胞甲台商也拢讲，今仔日气氛无遐紧张啊。不过军政府却是严格管制，宣布航班全部拢爱停飞。台商侨胞也拢无法度回来到台湾。但是外交部表示讲，会和驻缅甸代表处继续直接，也会关注缅甸的发展。不过，对外国媒体分析讲，缅甸的政变完全是中国伫咧背后给因支持，这也影响到美国对印太战略安排。近美国也已经出声了。缅甸初一发生军事政变，昂山素季等等的执行高层去互拘捕，当地网络断讯，超市嘛出现抢买物件的人阵，银行暂停营业。伫永港的台商表示，初二街仔路人甲车虽然有较少，不过人民还阁是维持正常的生活。伫我城的台湾侨民讲，军政府严格管制，宣布航班全面停飞，嘛影响到转来台湾的计划。阳光看起来还是蛮平静的哦，车子有少一点，今天车子少很多哦，然后有些店也是关起来，主要是米、油这些每天都用得到的东西，就影响比较大。如果恶化的话，也许民生物资会通货膨胀。紧张感或怎么样？因为大家都说先安静下来，看看是什么状况。2月中旬回去，票已经订好了，全部弄好了，现在就是国际航班跟国内航班都没办法飞行，它就是管制，所以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台湾伫永港有设分行的银行，玉山、兆丰甲国泰世华，嘛伫缅甸央行的通知之下，初二恢复正常上班。外交部表示，目前掌握到咱国伫缅甸的民众，因的人身安全拢无受到影响，嘛和驻缅甸代表处保持密切的联络。旅居缅甸的台商、台侨大概有1000人左右了哈。我们在缅甸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概有270家，我们都没有接获任何有关的紧急急难救助的这些电话。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顶个月中才去访问缅甸，而且和缅甸国防总司令平昂来见面。外国媒体分析，中国当咧甲缅甸扣押来，要来对抗美国印太战略的布局。专家指出，虽然缅甸伫印太战略的重要性是比印度还有台湾较低，不过最近缅甸深化甲附近国家的军事合作，中国的影响力敢会伫咧当地扩大，影响到区域的安全，值得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创立的老前辈，也就是现任世界先进的行政副总经理刘启光，率雄雄来过身。伊顶礼拜三才甲经济部长王美花讨论到援助国外车用晶片问题，想要到紧速传出过往的消息。拄公开资讯观测站，世界先进集体电路公司伫咧初二早起所发出来公告，会当看到行政副总经理、公司代理发言人刘启光过身的消息。世界先进表示，刘启光是因为主动脉瘤破气，伫咧初一紧急送病院，经过抢救了，也是不幸伫咧暗时7点31分无救倒转来。伊伫咧2017年11月底入来公司担任行政副总的职务，用伊的专业甲热情对公司有真侪贡献，得到真侪同仁的敬爱。心脏科医师表示，主动脉瘤主要是因为血管硬化，致使血管出现无正常膨起的状况。患者大部分都无症状，过去若是发生，死亡率是要甲9成。那一般而言，或者它的成因都是因为三高，或是压力，或是过劳等等，容易产生这个疾病的恶化，胸前撕裂的疼痛，甚至有头晕或是血压突然低下，或是全身无力、冒冷汗，你有可能是一些心肌梗塞或是属动脉的疾病的一个发作的一个征兆。世界先进表示，刘启光伫咧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佮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升大 EMBA。2017年加入去世界先进进前。佮捌入职中华电信集团、鸿华国际、台积电甲工研院的电子所。除了是台积电的元老之一以外，嘛代表公司担任科学园区农业工会理事。顶礼拜三则代表世界先进参加经济部长王美花的便当会，甲台积电、联电等等的高阶主管共同解决车用晶片无够的问题。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全体同仁对刘启光的离开，拢感觉真遗憾，也佮有真不甘。记者综合报道。2月初2是世界湿地日，伫高雄茂林甲湾中用山壁的大龟湖湿地，因为921大地震了后，交通断气，这块湿地也自安尼生甲丰富的生态保存落来。虽然研究团队若要去做研究，就要搬山过岭，才发度去到遐。不过发现到珍贵野生动物，因也感觉讲一切辛苦拢有价值啊。
罗海州省地高雄乌林大几河，因为911大地震了后，交通断去，这2年来无人去保存原始面貌，生态甲河地气候变迁的直接证据。嘉义大学生等生态研究团队自2016年开始继续入山调查，发现台湾乌熊、球仔虎等真侪种罕见物种的野只。做这个动物监测的这个部分，红外线相机它也拍摄到有台湾黑熊在这边出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黄喉貂，还有这边目前台湾已经濒临灭绝的这种林貂，像这种稀有的动物，还有稀有的这个鸳鸯，都在这湖边都会有出现。大鬼湖就是一个深水湖哦，可是大鬼湖比较没有被那些放生一些入侵的鱼类啊，小鬼湖就可以遇到什么泥鳅这些放生鱼类。研究团队这几年伫大几河调查到98种新纪录种，其中将近80种属于稀有保育等级。以成立探测河底深度也调查到大几河大龟上深65公尺，大水期深度应有67公尺，该写过去上深40公尺的记录。每5年它会有分不同的调查的项目，明年的话可能会针对动植物、水域生态或者是保育物种再去做一个监测调查，它是可能5年它需要做一定的长期监测。大几河入山真无简单，每一摆往返至少8到10天，特别是7、8月雨季的时阵，危险甲困难度搁较悬。去年甚至有研究生无细致步入山坎，好甲在无要紧，因为遮有伤过侪濒危或者是珍稀的动植物。研究团队由原是无小心靠入山研究，希望收集到搁较完整的资讯，作为将来彻底管理改善的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人啊，制造真侪废弃物污染着环境。不过国内外拢有真侪甲废弃物再利用的设计，希望会当用伫生活当中解决着污染的问题。画面内底尽量有真侪粒景的裤，用手来扭，寸尺一直变大。尽量运用再生玻璃所做的衫，是英国设计师的作品，好讲会当对囡仔做伙大汉，会使拄到5月穿到4岁。So if we can do anything to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garments that we buy, then we will be shifting towards a much more sustainable way of consuming goods. 为了要减少浪费，有设计者受到拄红点条往来扣出铅笔出来做布，会当加工做卡网、家具、器材、领等等。这寡设计拢受到国际知名设计中行、丹麦 Lidex、Roy 肯定，目前予邀请伫咧台湾展出。用一个设计的概念融入环境的议题，把它产出一个真正可以贡献人类生活的产物。国内有学者看到饲鹅的产业产生大量玻璃拢的粪扫，制造真严重的含有废弃物的问题，所以设计取代玻璃拢的永续铺具，嘛得到国内环境设计比赛的奖项。啊，不过学者表示，创新的手法真正想要落实，也有真大的挑战。设计到4、5档，还搁摕咧找资源来做模型测试。那这个东西其实蛮大的，我们会需要有一些经费的注意了哈，才有办法来落实这个概念。国内外即寡加入友善环境理念的设计作品，甲国际上推动循环经济潮流是一致，但是会当成功运用，希望会当协助解决大大小小环境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陈文成事件40周年，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台大数学系学生会等等的单位，也拢捌甲外界来募款。经过9年的争取，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初日正式启用。出席开幕的台大校长关忠敏表示讲，这个所在是要提醒台湾，就要坚持人权甲民主。经过多年来的争取，自2019年台大校部会议通过立牌，到侪纷争，搁到去年拄到流标，才来动工的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到达总算完工。我们不仅仅是在悼念一位校友陈文成博士，也在提醒大家，还有更多追求台湾前途、为台湾前途奋斗的勇士。我们也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提醒社会要永远坚持人权、民主与自由的地点。在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的这个作品叫做抗别，代表的是在这个事件了后，还有真侪基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我希望国民党要对自己的过往的罪行真诚的反省，公开向陈家道歉，并赔偿陈文成博士的家属。
陈文成向时是台大数学系校友，伫美国摕到博士学位，积极帮助民主运动，率伫回台探亲受警备总部的约谈。后来，互人发现遗体伫广场边仔有打坚决抵抗国家暴力勇者的字，是陈文成基金会认为上会使代表伊的词。毋过，索马意外发现，台大对国家暴力这4字有意见，伫活动后可能会甲你来拆除。陈文成基金会是表示，这个部分也未定案，所以阁会参学校来讨论。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武汉肺炎是影响到全世界，境外学生也无法度来到台湾上课。虽然教育部之前有提出安心就学方案，建议学校就要为境外生设想就要有线电教学，今日逼出讲有的学校根本啥物拢无，影响到学生的权益。全球疫情有关是真严重，教育部原本针对无法度入境的境外学生，有推出安心就学方案，建议学校提供远距离教学。或者境外生会使伫家己的母国学习。不过，境外生权益小组指出，安心就学方案是无强制性，嘛是有学校无提供完整的服务。其实就是说，他现在法规中安心就学对远距教学只提了一句话嘛，只是说了一个请学校提供。那对于怎么保证教学品质，那对于学校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提供，其实都没有明说。然后也有同学开始尝试联系系所上的老师，但是学校给的回应，目前我们接到几个个案都是相对强硬的，都是只告知他们不开设，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要么是休学，要么是延后入学一学期。教育部今日回应，讲教育部伫1809年2月就要求学校要提供远距离教学。学校若是无法度提供境外生适当协助，就会减少学校境外生的招生数量，嘛会开始实地轰炸学校，而且会提供需要的经费来协助。记者嘛有接到投诉，讲桃园的中原大学就无法度提供境外生远距离教学。不过中原大学表示无了解这位学生的情形，希望这位学生会使直接甲学校讨论。记者郭碧君、张玉水综合报道。讲到过年也特别到带观众朋友来去到屏东看社区的志工做土豆糖，而像这款土豆糖也是有做爱心的哦，咱赶紧来去看卖。甲糖、盐、豆油甲麦芽放落鼎里拌互样，刷落掺土豆，擦甲赤赤，无起鼎的时，搁掺米香甲乌麻。这是屏东前进社区志工试2个日失败几若届，才擦出这香杠杠的土豆糖。糊不够，过糊，还有那个脆度不够，看经验啊，这是那个累积的经验啊。机器采收过了之后，旁边都会有掉一些花生嘛，然后志工妈妈就大家很热心。用那个袋子去装啊，然后装回来晒一晒，炒一炒。刚好县政府推广这个东西，说在我们社区推出一个属于社区自己的产品出来嘛，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教。社区真侪人咧种土豆，加起采收，会阁剩真侪土豆咧产力。社区志工就去捡来炒土豆汤卖，收入也用来退社区长辈家菜，年做交落也包装做礼盒，部分收入也要帮助非洲的农民甲学生。我们一直积极的媒合社区，可以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合作。那我们希望说，借由更多通路的推广跟拓展，能够让社区的产品能够有更多元化的销售管道。前进社区发展协会推广在地特色，唔但推出土豆糖、有红豆白色素这款产品的收入，也会用到社区课程材料费、用餐费，加原本可能会浪费的农产品，创造新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咧屏东的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最近邀请到加拿大艺术家，用海捞茶、废弃物等等的材料，创作出5座的装置艺术，放伫咧南平渔村内面，声袂少民众来遮翕相，也感受到艺术的气氛。一张背景真特殊的相片，看起来亲像是某一个游乐园内底景点。但是其实这是屏东南平渔村的装置艺术，而且是用海景捡到的海捞茶、废弃物等等来设计。
我们目前又把很多艺术家来引进在大鹏湾里面，就是想说跟社区来结合啊，也要带动南平整个那个南平半岛的整个旅游发展带。为了带动地区观光，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邀请加拿大艺术家来台湾2个月，以在地渔村做主题，落去发挥创意，设计出5组艺术作品。有的放伫咧废弃的运仔边，有的踩伫咧老人会楼顶的空地啊，甲艺术放伫咧民众日常生活所在，而且使用废弃物做材料，希望会当互大众关心海流粪扫的问题。艺术的造景，我特地来参观一下啦。我是从那个恒春垦丁过来的，但是我很喜欢，很有艺术感呐。年刚好是观光局的2021的自行车旅游年，你们就可以骑着单车啊到南平享受美食，也可以这边去做寻宝，看看那边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气息。自1月初开放到今，已经有不少民众烧酒来翕相，佮配合观光局的脚踏车路线，和游客会当伫传统的渔村内底感受艺术气氛，轻松游览。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多年历史的屏东潮州福安宫，因为去占着车路，去年底发动千多人做伙捡大树刷庙。土地公伯啊，厝庙已经刷到新的地点，并访友分享着规个刷庙的熟悉影片，讲咱人的刷修新名也会搬出，有影是介趣味。8条大树，1200人做伙捡树啊！潮州福安宫刷庙是地方的大代志，透过缩时录影，1200栋的庙，亲像下底装莲啊，豆豆啊刷叮当。毋但刷位40米，规间庙阁转向90度。经过个半月的时间，刷到新厝的所在，即马福安宫已经顺利刷到位。已经刷过伫对面遮，甲原始的保留了，这嘛照较早都市计划的形态来保留的话，未来这个所在交通会较方便。原地福安宫是树仔脚的细间庙，庙方要改建较大间，煞占用都市计划的车路，互人点记。加在找到边仔这块地来做土地公的新厝，本地细间庙游玩伫咧树仔脚，新庙刷到位了后，嘛爱继续装潢。因为腹地有够，有够吼，即摆迄个空间阮搁增建一栋就出来对啦，增建一栋吼，所以讲迄个庙体会较大间，较大办就对啦。伊算阮伫咧111年吼，伫迄个2月祭奠阿伯啊，祭奠以前吼，会来完成就对啦。现在既可以保留住原本的信仰。那也可以买当甲原地迄个庙宇个保留落来，写一个故事，甲遮串联做一个景点。福安宫刷庙总算是圆满解决，公所嘛希望未来游客会当来遮旅行参拜，成做潮州一个新的景点。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美国的300种猪肉开放进口了后，台湾猪肉期渐拢会受到影响。不过，伫台湾已经有猪农早就建立家己的品牌啊，因利用科技来饲猪，对生产到买卖拢家己做，甚至可以当做外销。面对着自由贸易趋势，伊也认为讲，台湾猪肉就一定爱找出特色，做出家己品牌，伫国际上才会当甲人徛起。猪肉片放入去鼎内底，连伊煎出香味。烧肉配白米饭就真好食，阁有肉色饭，有肥有瘦，连猪皮嘛老透，真声人。入喙甘甜的猪肉，拢是台湾乌猪肉，而且是纯正的北部乌猪。我用 Q 花，用 DNA， 每一只安尼一只落去紧，紧正紧。第10年的时阵，我就把这北部乌猪的血统的东巴吹回来。当台湾的猪要甲国外做竞争一定有有家己的品种、家己的品系。李永春12年前对科技业转饲猪，一开始伊就决定饲台湾乌猪，建立家己的品牌。即马伊有猪母场、肉猪场3000只猪仔。2018年，佮甲台湾乌猪销去香港，而且嘛有餐厅店面卖乌猪肉。来到中华张胜德的猪场，伊的猪仔带伫个封闭的负压低调，伊同款有科技业的背景，
倒来老爸市场接手，认为市场爱徛伫个消费者这边来思考。引进了叫科技业那一块，就是我们用客制化的养猪场去做这一块。我们希望消费者他有不同的品种需求，他有希望吃不同猪吃不同的饲料，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对根据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给他不同的选项。即马中信德有饲特殊的绵羊，伫顶顶拢总5000只，大部分提供高级餐厅。伊认为即马民众愿意加开寡钱食健康。面对内地开放，看到日本的案例，猪农也是烦恼。我最怕的是消费者因为怕吃到奶猪而不吃猪肉，这是最麻烦的事情。他们改吃鸡肉啊、鱼肉啊，那整个猪肉的需求下降。消费者哦，长期来伊啊。对这瘦肉精哦，这议题哦，慢慢迄个较短缺的时阵，我惊这个进口量会搁较侪，哎，咱猪农会较受影响啊。伊嘛认为会晓饲猪无一定会晓做品牌，也是爱拍团体战。日本伊伫个每一个乡镇哦，也是讲伊的迄个县市之间哦，其实拢有因家己特殊的猪肉的品牌。哦，啊，就像我讲的咯，咱一个单位吼独立出来，吼啊，甲这个区域的猪农用猪吼啊做一个操作。屏东一个较大的弱点就是讲，因为咱的小户足多，会使透过一个大场吼，哦，饲2-3万头的吼，啊，甲一个其他的较大场的企业化来做客族，吼，来带动这个小猪户。台湾饲猪成本悬，只有用品种佮品质，甚至做国家队，才会当拍出咱台湾猪家己的品牌。记者陈嘉文、赖伟哲、林伟霆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